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2年的4月初5。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0篇，士师记第9章第7节到15节，约翰一书第2章18节到28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好认基督。伫约翰一书第2章18节到28节的经文 ，NIV 翻译的标题是 Warning Against Denying the Son， 但是事实上，伫经文18节的意思却是 Antichrist， 咱咧讲的迄个敌基督。是啊，伫迄个尾后的日子的中间，有真侪人会否认耶稣基督。那这个人呢，拢会成做所谓的敌基督。圣经约翰安尼甲咱提醒，伫19节安尼讲，这个人并毋是属于咱的，所以伊离开咱。如果因是属于咱的，就会甲咱三角斗阵。可是因走开啊，可见因拢毋是真正属于咱的。当然，这个内底也有几啊个层面甲思考甲提醒啦吼，帮助咱怎样来成做真正的基督徒。伊讲伫咱内面，还是讲属于咱伫这内底就是讲，其实这个人是本地属于咱的，所以了后因才离开。这个人就是教会人，是基督徒，是朋友，可能是亲人。虽然因伫咱的内面，但是因的心却无伫咱的中间，无属伫遮。因的心却是无敬畏基督。安尼人是啥物人？就亲像路加福音15章浪子比喻中间的大囝，伊虽然逐工甲伊的老爸，咱咧讲的上帝，家己斗阵，也为着伊的老爸工作。咱讲伊是上帝的仆人。但是伊的心灵却无甲老爸同在，甚至伊违抗老爸的邀请，不但安尼，佮攻击厝里的小弟，这个诚做敌基督，拒绝承认其他的信徒，攻击基督教的信仰等等这个代志。有的人认为敌基督就是撒旦的形象，当然这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的上点啦也是伫后面真正咧操作的这个力量。但是到底敌基督是啥物呢？还是讲啥物人是敌基督呢？拄则咧讲迄个撒旦的形象，迄是一个较猥琐的解释那更较宽的解释就是讲遐个否认基督的人，今仔日的主题Denying the Son 所以耶稣基督所期待这耶稣基督迄个时期的法利赛人、经学士，以及当初时当权的这个祭司，因拢拒绝耶稣是基督，因拒绝耶稣就是永生上帝的囝，伊就是敌基督。还有啥物人呢？当时出卖耶稣的犹太，伊敢毋就是敌基督吗？另外，伫假提以前无承认耶稣的彼得，迄个时，伊就是迄阵军队保罗死过去，甲保罗作对，想要陷害保罗的犹太人基督徒。
当初来教会有侪假的先知、假的教师，带领人对抗基督的教会，迫害教会和谐的人。那你讲现代敢有即款的人存在？事实上是有诶。有一寡人离开信仰，掠做家己真了解基督的信仰，反倒转来倒伫遐咧找一寡物件咧批评，对教会有足侪的论断。但是事实上，对信仰因并毋是遐尼啊清楚了解。有个人为着家己的利益，迫害教会的体制，自立门户。虽然高举信仰自由的扛棒，但是伊的目的却是迫害教会，互基督的名来受着见效。也好那亲像彼得，当初时虽然伊个别耶稣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囝，但是煞尾了后，伊马上就去互耶稣基督讲：撒旦，退我后壁去啊！撒旦的意思是啥？咱讲伊是着基督的代表，撒旦就是违背上帝的旨意。就是讲反对上帝的人，拢是撒旦的代言人。事实记得9章的譬如，简单来讲，就是必须爱完全的顺服，袂为有任何的违背。安尼的人才会当降服伫上帝的领导甲保守的下面。咱身上讲有真侪代志，拢有一个 SOP 的标准的行事规范。信靠上帝其实嘛是安尼呢。信仰的 SOP 是啥物货？就是上帝所定的，咱必须爱遵守，毋通反对，也袂为放任。前几工伫高雄发生即个东南水泥咧拆除一个旧的水泥储存塔，伫咧拆的时无按照 SOP 来进行，有人将迄个影片送出来，真正是看到因的拆除，就是咱一般咧讲的土法炼钢啦吼。社会新闻称因做斩树仔法啦吼。这个作为递到伫这个建筑物原本要预定的倒的方向的倒手倒边安尼倒去，所以无预估的内底地歹高压电线，递到着高铁、台铁、高雄台南遮，拢总完全停去，造成要甲即个6000几人吼，要甲1万人的即个交通受到足大影响。台电也紧急动员来抢修啦吼，上天嘛临时安排即个接驳的即个车辆，即个造成即工作安全、公共安全的工人，也因为安尼，互人当作公共危险罪来上班。这是社会公共安全，但是伫信仰的原则其实嘛是安尼。咱若无按照上帝原则进行，就会做成亲像安尼倒摆倒去，会不堪设想。约翰讲，细囝，这是将末的事，你有听到基督的对敌者特要来。现在已经有真侪基督的对敌者出现，对安尼，咱知这是将末的事。19节因离开咱，
因为因毋是咱的人。因若是咱的人，会继续甲咱做伙。毋过因离开，表示因拢毋是咱的人。恁已经有领受圣神，恁拢知。我写批互恁，毋是因为恁毋捌真理，是因为恁捌真理，搁知一切虚假毋是对真理来。什么人是白贼的？一定是拒绝耶稣基督迄个人。拒绝爸甲囝，就是基督的对敌者。拒绝的无接纳爸，宣认囝的就是接纳爸。着坚守恁对起头所听见的信息，恁着坚守对起头所听到的信息，就会继续活伫爸甲囝的内面。这就是基督互咱的应允，是永远的活命。我写正会互恁，是关系想要迷惑恁的人一事。如果咱会通警醒，会通明白辨别真理甲假道学，那安尼咱就无需要来惊吓，无需要来逼。咱通坦然免惊来面对末后的来到。诗篇20篇，愿上帝伫患难的日应答你，愿雅各的上帝互你甲你藏伫悬所在保护你，愿伊对圣所帮助你，对錫安扶持你，愿伊会记得你一切的所在。接纳你的小化者，愿你照你的心所爱赐福你，成全你一切的计划。我要因为你的得胜唱歌，愿奉上帝的名庆祝你的胜利，愿上主成全你一切的祈求。如今我知上主会救伊选立的王。会对伊圣的天应答王，用伊的正手开力，互伊大胜利。有人我去车，有人我去马，毋过阮只有看口上主，阮上帝的名，因会抬输倒落去，阮会太赢徛在在。上主啊，求你互阮的王胜利，阮求叫的是由你应答。恳求上帝互阮有智慧，互阮会通明白真理，也毋是，互阮会通坚持真理的道路，全然顺服主的旨意，互阮拒绝着基督的迷惑，正做基督信仰的仆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恳求，阿门。